是，好 ，OK。4月初一，云南伊阁落绵绵啊雨，天气透南风。早起迄只顶个月26号派去南方的领港船转来遮入港，无看到要去找的迄寡逃走的帮人。敢若是顶尾有读着讲一寡奴隶逃走去吼。今仔日也用告示来通告大家，以后糖袂使用箱仔装来交货，爱用篮仔装来交货，因为用箱仔装，若是糖澹去，真恶搁再焦，所以会歹去吼。有6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258个人，再过来货物有如下吼：2篮的空眼布，160箱的面膜，17罐的山水，5000袋的虾，5担要做画底的泥婆，3捆的棒，62支条啊，33捆的粗纸，32担的盐，26袋抹布，520包薰草，甲100捆的稻罐。陶罐我咧读是对啊，毋对？我记迄顶回伊早拢查无，我拢乌白读。陶刀吼，对，有即个词，有即个音啦吼，刀摇刀甲刀，土肥吼就是刀，100捆的稻罐吼。也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68个西南人，载有156担的鹿仔肉啦，5担的虾啊，20担的咸鱼，16担的糖水，14篮的鹿毛，甲5担破去的饭锅，也收到团导 Hans Ohoff 对马里马伦寄来一张批，奖励知影讲5方友好的村社居民约200人，伫咧顶个月24号去攻击大高社，将该社完全洗劫一空，并且全部来甲烧毁坏去，也试咧要去攻击苏文社，但是该社用树木、用卡刺啦吼，即个卡擦。我是教番啊，我毋知是啥物件吼。严密来防御吼，我是有读对啊，对，防御的即个御吼，看字典。防御吼 ，GU 第7声或者是第2声吼，御还是御吼，防御。该写用树木甲卡擦。等下咱来查看查着即个物件吼，严密来防御，看到因如此的境界吼，即一次吼，煞袂当来甲因攻击，所以就伫咧上述欧豪来写就甲即个欧豪写一张回批讲，必须要继续来进行即场战争。咱来看即个卡擦即种物件吼，当然就是你看会出来，就是一寡机关要做防御的嘛吼。讲踩伫咧涂骹擦骹用的啦吼，看有即物件无？无啦吼，无这好。咱继续看4月初2。晴朗的天气，透北风。今仔日收到一张3月12号对淡水由一个士兵经由陆路所送来的批。知影讲无偌久以前有2个居伦社的人，居伦人的村社来缀合咯，因的
长老也已经领取公司的权糖，希望讲其他9个居伦人的村社也会当伫做军来倒咧含咱来对号。迄个附近的村社的2个酋长含因的随从，也含上述的士兵同齐来要来台湾遮看卖啊，看咧也接到中尉叫做吉菲里对加亚所传来的消息讲，因含希腊人伫咧迄边逐工，这里我搁袂记啊，竭尽所能看那是 get get 分条 get， 讲因含希腊人逐工伫迄边逐工竭尽所能来去护迄个失事的船叫做江可号伊的军但是一直到现在就是到当拢无啥物收获即个收获的我来查者，即种较早查过啊，查到我拢读到病院去查收获啦歹势啦收获嘛是阁袂记。但是一直到现在拢无收获，因为就是保护的护啦，共音因为即个算海水特流的时阵水深抑阁一直有两我记得读2深哟，久无读啊，煞袂记啊。等即摆变咱出去啊！即个数，即个音，即个监理底一定无收诶，看卖啊，无真正无，2000甲2000半暂时安尼读，我就袂记得较早是安怎读诶。我记马文佮专工佮甲我讲，伊伫倒位读诶嘛，看着嘛是即种读音。无收获，因为海水特流的时阵嘛是抑阁较深啦2000到2站流深嘛咱较早有讲过而且伫迄边的山有5尺悬因此呢，伫迄寡山比南方的来的即个强流冲走以前真少有机会会当获得到迄寡云。阮也写一张批寄去。山5尺悬等下山5尺悬就是差不多150公分，这个用尺啦，我是用用尺，我嘛毋知因用啥物尺阮也写一张批寄去避难互士官 Jan van den Berg， 甲伊讲有关迄个地区所需要的命令，也甲伊讲今仔日要用一只租用的篷船载9只迄个牛囝去遐要生炭用的繁殖的繁殖来查一下繁殖即个音，到底都是讲收无收？环甲盘，而且咱读环好啦这习名的习环习甲即个 Van den Berg 讲讲今仔日要做一只篷船载9只细牛囝，甲去遐要繁殖来要去做遐繁殖的领讲员叫做 Hark Powers， 也要共船去遐去台东遐啦避难啦当中拢叫避难。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59个人，载有100担的咸鱼、2担的沙鱼、26担的糖水、7篮的鹿腿，甲3篮的虾仔。然后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42个人，载来10罐的山水、100个铁花、40包薰草、80担的盐、7捆的粗纸、5匹乌色的天鹅绒。140捆的稻罐，21篮的饭碗，2担糜，甲30支条仔
还有一只胖船载着北上的航母航王邦山，另外一只航王鹿港。歹势，我接一下阮厝的卡来电话吼。你稍等一下。我要安怎？哦，来收音。OK， 好，来，我转来，阮小弟敲电话给我哈。好，我含阮兄弟啊吼，袂惯势讲华语，阮含阮厝诶人，阮含阮老爸老母讲华语，感觉那个变外国人去吼，阮袂安尼吼。好。当然，即马整个社会已经互国民党改变去啊，所以，好，还有一只胖船载着北上的航母航王邦山，另外有一只航王鹿港，合计坐有24个死仔人。4月初3、初4吼。一直到即嘛，你嘛是搁伫踮咧网络顶诶，有诶无诶人传来传去迄个影片内底啦吼。Twitter 还是啥物，迄个 Facebook 顶头诶影片，你会当看死仔人迄种性，你知影？你就来看就知影讲，即种民族、即种人，就是做出像要甲你灭族即种代志哦，叫要甲你语言拢甲你消灭掉即种。来，4月初3、初4，温暖的天气，透北风，就是足本位主义的啦吼，从来毋捌想过别人的代志。4月初3、初4，温暖的天气，透北风。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呢，估算以后新仔人应该以啥物计数来出卖北上的航母，互原住民，或者是含因要安怎来物交换吼。就是要安怎交换物件吼，即寡计数拢爱用告示来通告大家，以便以后知影要安怎来遵循吼。是咱人无规则的啦吼，无你照规则办代志。因为本个月11号将要举行春社号楼甲即个湖哦，即个湖边诶即个白寿大会吼，伊要开即个白寿大会，咱。看起来敢若是每一年拢会至少办一遍嘛吼，即摆看是安尼。所以本个月11号吼，后礼拜就要过来吼，要过拍卖啊。有一只高野船对丹角来遮入港，坐10个死仔人，载有2300吨做糖桶的빵甲30担茶。有3只胖船对南方来遮入港，坐23个人，载有89担的咸鱼，150担的茶，200捆的椰子树皮的和音草音啦吼，500个老的椰子，10罐的椰子油，20担的甜，甲600片的做糖桶的茶棒。有3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有75个人，所在航母如下：85担的盐，3罐的山水。10刀的小即个肉豆蔻啦吼，15捆的粗纸，100捆的
茶帮，60个条仔底座，155捆的导管，26道空间布，60支油纸线，雨线啦吼，120个，这毋知啥物件吼，我不晓读。新仔的物件啦吼，甲即个签啊吼，毋是签啊，免啦，挑啦吼，刷挑啦。但是伊遮有写一个物件，我完全毋知是啥物件。我可能要先 Google， 我连读都不晓读。我讲连华语我都不晓读。哇，找无这物件，是拍毋着你还是安怎？好啦，这个人格啦，这连找都找无。你有兴趣再看我即马分享的画面吼，知毋知这啥物件？啥物花啦吼，啥物花啦吼，即个即个是头一字我袂晓念啦吼，第二个字是金利平的花吼，中华的花，加一个金利平。我来查一下汉，先查一下。甘利电甘即字，第一字读做 cat， 或者是派吼。台语哦，我是查甘利电的吼 ，cat 还是派，都、就是体的意思啦吼。第二字呢？摕干扶持帮站，摕起修正无杂孤单，无即个词。第二个音读做花吼，就是低头啦吼，花。刻花，但是刻花是啥物件？毋知吼。126个是那刻花加即个挑吼，刷挑。即个挑咱来查一下吼，铲字。我是自细汉讲挑啦吼，但是是毋是有其他讲法，我毋知吼。我先带你大书店找用汉字找，无即个汉字。当然，你若用甘利店应该是有吼。就读做扇吼，扇，铲子的扇吼。但是大家无可能讲无这物件嘛吼。咱来看一下我的音吼，我自细汉读讲的即个音，看有无吼？挑有5个意思，第一个是用尖头的物件去糊，或者是去画。所以就是我讲的去画图的物件吼，叫挑吼。第二个是用白啊等等去刻吼，或者是样嘛是叫做挑吼。所以第一个挑是，譬如讲，伊个句是挑灯火，挑灯火是用尖的物件去挑迄个灯芯就对啦吼。咱今仔有读灯芯，早暗啦，恁就早暗吼，读灯芯。去挑迄个灯芯叫做挑灯火，挑出来就是甲挖出来，吼，甲挖出来吼。第二个讲样去刻，用火去挑河，用河挑去挑河夫，刻河夫啦吼。河挑我毋捌听人讲过吼，第一道学着吼。第三个是就是那敢若咧赤花赤梨有挑吼。挑花刺绣吼，挑花就是刺绣花吼，挑花刺绣吼。所以你用针去挑吼，这个动作我不要讲了，用针去挑吼，就是这个挑吼，大家会知安尼讲吼。第四是出挑是啥物？第四个意思是讲厝娘的丢木。这啥物件？出挑、灯好，敢若丢木会变。这毋知物件，这无看到图啥，你敢若看字是
无法度理解吼。第五是写字的时阵，翘笔的部，或者是部分的运笔的方式，叫做一挑吼，挑手边吼，挑手边吼，迄挑，迄就是挑，迄个动作就是挑。挑图边就是涂，但是伊是挑起来吼，迄种写法吼。挑手边，挑图边吼 ，OK 哈，有机会讲着吼。好，这是挑，动词就是我对来讲去学嘛吼，啊，我是变成甲即个动词摕来做名词用吼。好，所以。好是好，来我来查一个册台语，或者是我先查即个英下词典好了哈。shovel 是安怎 spell 我煞袂记 ，VLE 吼，要安怎来 SHO shovel VEL， 为什么拍袂出来？传播执行 ，shovel， 英下词典收的是叫做河淹，这含拄着迄个河挑应该是共物件吧？我看卖啊，英下词典的原文。为什么河淹伫遮？哦，可能是迄个鬼蛇款。等下咧，我要怎找啊？看较紧诶。河淹，伊毋是薯条吼，是可能是内底诶鬼蛇，有写了河淹。无看到啦，安尼歹找哩。我来找着吼，河淹，伊就敢若写 shovel 尔，河淹 shovel 啊，有写汉字咧。其实我就拄仔要看伊汉字安怎写，但是迄汉字是从咱捌看过一字，欣赏的欣边啊一个金挑金边，吼，欣赏欣吼。河淹，当然这可能就是拄则迄个河挑啦吼。所以敢会使讲淹当然嘛是蛙吼，台语蛙诶蛙乌吼，淹吼挑吼拢会使吼。来，我来查一下淹字 ，IAM 淹吼。淹呢来淹是伊是汉字，大家大时阵用诶汉字是阉割迄个淹吼，气势迄个淹吼。腌牛、腌鸡嘛，吼，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是切 cut， 或者是挖开摕出来，挖开拿出来，吼，挖开摕出来，切开摕出来，或者是挖开摕出来，叫做腌。这个动作你爱想，就是讲，比如讲你。腹肚开一空，手藏入去，甲物件淹出来，安尼吼。外口医生定定做即个动作有无吼？迄个动作就是淹吼，或者是吟出来。我来讲吟吼，就那敢若伸手入去落袋啊，即个裤袋啊内底去吟物件吼。迄个动作就是淹。来，我咱来看例句吼，淹道官，这什么意思啊？头毛藏伫裤内的钱包啊，抢钱吼，就是这贼仔甲你要甲你验你的道官啦，验道官，歹势毋是官，我阁看毋对去吼，验道官，就是迄个官绑伫腹肚遮啦吼，验道官吼。验汉字就是乌汉字嘛吼，腹肚边甲伊淹落去。第三就是切一部分吼，肉腌一道啊肉吼。好，shovel 无看咧，来看一下做台语
用英语查即个 shovel， 对应英文 shovel。我一直找无即个铲子的台语的讲法啦，无啦，完全无好啦。安尼各位着学我自细汉所学着的吼，就是阮讲沙铲，就叫做沙挑吼。沙挑是直接用着我细汉学着即个挑字的。应该是头一字，就是对遮来吼，沙挑吼，啊，动词就是挑吼，甲迄个沙挑起来吼，甲迄土挑起来吼。好，转来第二只吼，38分草。好，过来是今仔日邀2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1个人，载去11担的鹿仔肉、5担的咸鱼、19担的甜、5担的糖水、15担的盐、3罐山水酒，甲5捆的粗纸，4个吹5，4个吹5吼，昨昏就是即个1648年吼，安尼偌多300偌济年，380几年前的昨昏吼，4个吹5，今仔日受到团导 Hans Ohoff， 你若看即个名，知影是南路迄个团导啦吼，行来一张批甲阮讲。讲伫马里马伦社附近，以及沿着迄角头的即个村社吼，本国个找伊，着4个找伊，又搁去攻打即个苏文社吼，去征发苏文社。伫因的野地剁2粒人头，但是看到该社甲历史社吼共款，画即个灿河是教练嘛吼。竹杉迄个杉吼，河是壕沟吼，灿河严密来防御吼，因此也袂当来达成目的。即个灿河伫台语会安怎讲呢？可能会叫做高啦吼，野即个野高吼，来严密来防御，因此也袂当达成目的。就是无法度通攻打成功吼，要消息传来马里马伦社讲，伫个其他村社的人撤退了后，龙桥人带领真侪人伫个过长日去攻击苏文社，对该社剁4粒人头吼，就是恁毋敢拍人，龙桥人诚勇吼，过长日就去拍吼。4个吹6。暑时的天气，有强风对北方吹来吼，有一只胖船对打狗来遮入港，坐6个人，再来700桌的糖桶，做糖桶的房啊，甲70担的茶，也有3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95个人，所在货物如下：35担的盐，19捆的粗纸，18个铁锅，26篮的饭碗。24只牛，6只猪，1担麻，26袋的空眼布，28袋的麻布，甲50捆的刀刮。也有3只胖船对片湖来，坐96个西南人，5个妇女甲3个囡仔，再来8担的盐，甲9只牛和8只猪吼。也写一张批去互团导 Hans Ohoff， 甲伊讲关系到迄场战争所需要知影的代志。过来4个连调时间吼，到4月11号，好，4月11号7月9才知好天，风由远对北方吹来。今仔日上午，伫个公司辖区内的所有的福尔摩沙的村社、河流，过记哦，4月11号要来北尾啊吼。伫公司辖区内对所有福尔摩沙的村社、河流。湖边和渔场，就是掠鱼的所在、拍鱼的所在拢白卖互出价上悬的人。好，过来就是即个介绍今仔日就干那这尔新港
612里尔，单位拢里尔啦吼，我著我还念里尔吼，我看觅敢无共诶，拢里尔吼，里尔是西班牙迄个钱诶单位啦吼。新港610，小人800，大目共400，目加流丸700，麻豆1400，上大诶。大母人740，道路国600，猪肉山1800，比麻豆搁较大吼。塔里木750，累计是7800里尔以上吼。搁来是这应该是算南路遮啦吼。搁来着我看是中部，但是咱即嘛叫中部，着对迄当阵来讲是。毋若中部搁有北部吼，中北部吼，就是北路搁较起诶吼。鹿港740，大细东西螺吼，东螺西螺啦吼，东螺西螺啦吼，1400吼，大埔类吼，大埔类1400，梨林820，本港河吼200箍，200里尔。北上抑阁必须要交纳伫遐所掠到诶乌鱼诶11色吼，除了这200里尔，阁还纳11色吼。伫迄个倒山骹诶乌是90，打麻680，土裤又阁称做高温吼500，竹杉含新港啊吼1450，咱竹杉我那算袂衰了吼。这个要怎读啊？骹洲边仔诶湖，甲一个水池30，南坎河160，邦山140，高马40，好无人甲目里间2600，大墩或者称作突加啦440，大武郡280，大塔加培人40，阿里山200，阿里山有一个注卡，咱来看，到底这个阿里山是毋是？我认为这阿里山应该毋是迄个即马深山迄个阿里山啦，是印度啊或阿里山吼。好，咱继续看阿里山200。汉语是用写阿里山的，即嘛你阿里山，但是我认为应该毋是吼，无可能走到遮来山去吼。阿索100，以上累计吼17710，龙桥600，南平的放手啊200。家庭甲绿社250，麻里麻轮120，大白莲540，鸭猴400。南路的村社拢无过单啦哈。塔楼甲即个大德基480，伫台湾的猪肚，就台猪啦哈，猪肚。北上台猪的即个数量必须要按照互伊的命令，而且猪肉卖价规定每一斤是5个 stuvers 5 cent 吼，若是违背就会取消罚款。过来是伫 horn 佫会记得，就是即个赤坎遮吼，叫做 horn 猪肚。条件含伫台湾烧食700里，拄则迄个台湾的猪肚是100吼，拄则迄个猪肚是伫台湾，伫咧热兰遮城，这是100。伫即个赤坎遮700里 ，Doritas 吼大肚，迄三个小食是500。雷湾，即两三是4个所在，叫做雷湾、雷西干、马里子甲塔罗罐70。那田边仔的湖25，那田毋知啥物所在吼。小琉球岛吼，伊这是写小琉球岛啦吼，伊当阵应该毋是啦吼。我煞袂记当阵的名吼。小琉球岛啥物米个看啦，我煞袂记吼。该岛已经伫咧1647年以即个计数连续6年咯吼，
150，以上总共21,865。过来是咸水河甲清水河中间的迄个新航道的通行税金，以及该航道的渔场要拨予该渔场的条件，就是讲北上以后袂使，毋免搁再去领取即个舢板的机啊，嘛毋免搁挂该机啊，只要有许可证，就会当来掠，就会当掠鱼吼。即个渔场是100倍。过来是芒港附近的北公新，可能是北昆新啦吼，100。南竿80，南竿在什么所在吼？嘉义70，乌年120，这地名拢无汉字吼，拢是音尔吼。过来这真两有汉字我会讲汉字啦吼，无。麻豆港就是麻豆河吼，伫河里甲河口拢使掠鱼60。过来是南社吼，这是拼音尔吼，120。卡地亚岛100，这是拼音130。后昂25。鹿耳门甲嘉义190。嘉义顶头讲过70啊，即摆过来一遍。清水河20，以上。总共是23,020。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打到坐20个人，一干仔在地床软，也收到士官 Jan Vandenberg 对避难寄来一张批，知影讲顶面伫2月26号记载迄个巴塞拉尔社，就是敌对荷兰人的即个社，即个因的代志已经即马已经增加到7个村社吼，而且。因的军岛者可能会阁愈来愈侪吼，因最近有害7个含阮友好的即个岛国社人，造成迄个附近的村社真大的惊吓。好，4月12结束。4月12，风悠然是对北方吹来。写一张批去予士官 Jan Vandenberg 用来答复昨昏所收到伊的来批，就是讲因为迄寡巴西拉社人遮尔啊大胆来挺乡吼，伊会当允准避难人以及其他我方友好的社人自由来去攻击因，而且呢，如果若无危险，就该士官。或者是伫遐的下士吼，也会当带领10个士兵去长时间来驻在即个沙巴社呢，用来镇定我方朋友逃荒的心情。就是来即条规说者吼，讲恁会使注意去甲伊攻打吼。啊，咱即个荷兰人的士官和下士嘛，当带一寡士兵去遐。驻兵伫踮遐啦吼，用来安抚遐人人心嘛，大家惊甲吼，并且去遐解除即个巴西拉社人的威胁。毋过一定要谨慎进行，以免讲有荷兰人去遭遇到不必要的危险吼。好，到遮，过来是中书 Hans Peters Hans Peters Giffelis。也对嘉义转来即个城堡，因为沙还阁咧，搁积伫遐吼，无法度去互迄寡云甲冬，因此呢，只好来囥踮咧遐吼，听候时机再阁来互。4月14号。4月13、14，风甲天气悠然像昨昏，有2只篷船对打到来遮入港，坐13个新仔人载来1500袋做糖桶的빵，甲40担的茶。也有一只篷船对新仔沿海来遮入港，坐43个人。所在内有30担盐。你看哦，即马已经是即个。清世祖顺治5年吼，可能是已经入关5年啊啦吼，就是即个元州人入关5年，生理也是搁安尼做甲安尼哩哩啦啦，咱来看吼，载一寡啥物物件来？30担盐，56捆的粗纸，110袋空颜布，30袋
皮浪毋知啥物部啦吼，灵子一下灵子吼，灵子吼，灵是灵，我要来解释。志气灵魂迄个灵哩吼，但是边仔是密字边吼。好啦，过来是20点黄金。咱载啥物件去遐呢？有3只庞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07个西南人载去的号码是安尼：14担的虾仔，34担的鹿仔肉，79担的咸鱼，37担的糖水，20刀的绿豆裤，74捆的藤，66捆的鹿腿。可怜的，即马落皮都拢无去哈。鹿腿，39担的糖，20担的大香木，5刀的加罗，3刀的拿丁，甲36刀要家己食的米。然后一只庞船航往北边的淡水，坐15个西南人，载有40担盐，60拿乌糖，40刀小麦，2罐阿拉酒，甲7刀家己要食的米。4月15、16。今仔日有5只庞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17个人，载有下列的号码：185担鹿仔肉，21担咸鱼，41担糖水，12刀要结酒结阿拉酒的籽，12刀的小绿豆裤，37捆的鹿卡，21罐的阿拉酒，19担的硫磺2担的拿丁，28捆的藤甲42刀家己要食的米。即个阿拉酒我拢直接读，因为拢写拼音嘛 ，ARACK 照读我嘛毋知是啥物件吼。有一只庞船对南方来遮入港，坐有17个西南人，载有500担的茶甲25篮的鱼干，也伫咧法务议会来审理一寡犯罪案件。4月17号。舒适的天气，透北风，有3只庞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14个人，载去下列的号码：45担硫磺，36担的糖水，14担的鱼干，3担的陆军金吼金金麦迄个金吼陆军，5刀结酒的阿拉酒的即个结阿拉酒的籽。80担的鹿仔肉，124担大香木，1400尾的乌鱼，40担的苏木，17担的虾仔，3担的蚵仔，51捆的藤，28担的鹿腿，甲34刀家己要食的米。4月18，开始搁咧拢咧记数咧吼，是嘛？18嘛是拢记数。好天透南风，有下列的船只出航前往规个所在，合计坐266个人，就是有9只庞船航往西南沿海，载去60担咸鱼、5担沙鱼、25担鹿仔肉、1担蚵仔、151担糖水、8担鹿腿、1担油、2担虾仔、2担陆军、39捆藤、9刀结起阿拉酒的即个籽吼，含63刀要家己食的米。有1只庞船航往药港，敢若载地床卵；有4只庞船航往平湖，载有25担的糖水、8罐的阿拉酒，甲23刀米。也有2只庞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52个人，其中有2个妇女、2个囡仔，载15只猪、1只牛，甲9只山羊。毋知为虾米吼？对平湖即嘛拢进口即个精鲜啦吼。毋知是毋是对荷兰载来，但15只猪、1只牛、9只山羊，数量无介侪啦。我的意思是安尼。4月19，风甲天气像昨昏，有2只庞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44个查甫甲1个妇女甲4个囡仔。即敢若在地床卵，也有5只庞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276个查甫、8个妇女甲10个囡仔，即嘛连查甫查某拢分开写吼。再来号码有如下：280
200领要做画底的圆婆，4罐的拿丁，136担盐，37捆的粗纸，524包薰草，900捆又搁7的饭碗，8000倒遐，1锭黄金，24倒西陵，39的铁锅加60捆的稻罐，还有一只胖船对打到来遮入港。做10个死仔人，再有800倒做汤桶的茶帮，80担茶加1担咸鱼，4月20、21、22、23，4月要结束啊！哈。游玩是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大部分对南方吹来，有8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做173个人。在去的好姆鲁下72担咸鱼，174担糖水，2担盐，66担鹿腿，23刀要激鸭肉酒的籽，50担酥木，16担鹿肉，44担硫磺，1担鹿筋，加247担藤，加58刀要家己吃的米。还有一只胖船航往龙桥，载14个人是要运载即个北上的好物去遐吼。还有4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做268个查甫，5个妇女，甲65个囡仔。再来，你看，连囡仔拢载来吼。迄当阵，大清即当阵是还未海禁吼，反正就是规家口拢来吼。查甫足侪，268个人，查某人足少5个吼。所以规家口来吼是无介侪，为虾米囡仔遮侪？颠倒是足奇怪吼，65个囡仔。好，所以就是迄当阵为虾米罗汉脚遮侪吼？你看这男女的比例差遮侪。再来好姆鲁下120担盐，8罐的山水酒，7包的空安布，4捆粗纸，甲25只牛。还有3只胖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合计做66个人，其中有1个妇女甲3个囡仔，其他都是大人啊嘛，查甫人嘛吼。所以查某甲囡仔占4个，其他62个是查甫。再来6担盐，4只牛甲2只猪。还有1只胖船对南边的淡水来载8个人，再来200担茶。对北边的淡水接到一张批，是伫咧顶个月写经由陆路送来，知影讲哇，顶个月写的，3个写的4个对才到了，4个20几号才到。知影讲北平地区的状况还阁算真安宁。顶个月27号，有一只胖船对西那载一寡杂货去遐吼，因为有一只属伫西那人死社。死社即个人伊的名啦，死社诶胖船明仔载要出航前往上出的淡水，北边的淡水吼，所以阮要派一个荷兰人带迄边的城堡所需要的物件，坐迄只船去伊遐，为着无爱讲欠缺运输即寡杂碎的即个家己的船吼，这啥物意思啊？即句话看无介有，因为写了无清楚，所以又搁写一张批去答复下设商务员 Anthony Plockhoy， 并且予伊迄边所需要的命令。4月24号，后手搁3天吼。4月24号，风甲天气游玩像前几工吼。今仔日死社的胖船改动另外一只胖船出航前往淡水，合计做30个人，再有31担乌糖、64袋烧麦、130包薰草、30罐山水酒、5罐鸭肉酒、6罐糖水、20捆粗纸、7拿西那的鞋甲9袋米。还有一只胖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入港做53个人，再来4000倒遐650个蕾花，拄则迄个。菊花吼，应该是字拍毋对啦，所以我再看无这对是啥物字吼。蕾花吼，花是低头，蕾是蕾嘛吼，牛日牛的迄拖的蕾吼，所以蕾花应该就是蕾头啦吼。
应该是大概叫做张啦吼，650张雷吼，6担麻，34袋空眼布，50担盐，125包薰草，1担盐甲歹势，1担油甲1包粗纸。我咧记即个张哩，等下若有时间我来查即个张哩，互大家看吼。4月25号，好天风向不定。本个月2号，坐篷船去卑南的领港湾 Hark Boys， 今仔日转来港内，伊早娘失去病，因为前几工继续的北风，互伊航行遮尔久，吼，偌久啊？本个月2号，吼，初二结果25号转来港内，吼，几个月去要几个月吼。有马人社伊无，但是伊无讲到底去台东开偌久，转来开偌久吼时间。有马人社甲阿人社两个，马人社甲阿人社两个酋长开动因的随从坐迄只船吼，就是对台东啦，同齐坐船来到遮，要来看台湾吼。该地区的状况一切拢像以前安尼，该士官无想要派人去驻在即个沙巴社吼。就是本来讲要去遐去安定人心嘛吼，除非有确实的决定甲命令吼，所以伊无想要派人去，因为伊有料讲安尼会足危险吼，足危险吼，而且已经也欠缺粮食吼，伫咧即个雨季吼，就是落雨即个季节内底吼，阮佫无法度通供应粮食互因吼，所以伊认为安尼袂使。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83个人载有载去60担糖水，10斤陆军，45担铁，42担鱼干，5担鹿腿，35捆藤，3担鹿仔肉，8刀结鸭肉酒的籽甲28刀要家己食的米。有2只篷船对南方转来遮入港，坐25个人，载有35担鱼干，37刀米，300领鹿皮，1600袋做糖桶的棒，7篮的鹿仔肉甲50领山油皮。4月26、27、28。炎热的天气。透南方，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呢，决议要用告示来通令所有住伫庄卡的新仔人的铁枪，就是拍铁的吼，拢爱带入来，拢爱刷来即个咱野社市或者是花园市遐吼，咱野社或者是赤坎遐吼，用来方便市民吼，就是你袂使踮咧庄卡你来即社吼，并且方便阮来监视即寡人。只干那互因来制造阮所同意的家庭甲农经所需要的器具，此外不得制造其他的器具吼，袂使家己拍刀就对啦吼，袂使家己拍武器吼，袂使家己做即个吼，拍即个乌青手枪，吼拢袂使。咱。我看前世有一条盐金张啊吼，165年吧吼，各怀疑着要造反啦吼。又搁因为上述热兰野社市甲花园市镇的厝的建造甲人口的流动，拢愈来愈增加。你看一只船载来几啊百人吼，意思讲因定定欠缺有够野的食物，因此呢也决议讲规定每一礼拜的拜五上午是即个要安怎讲市集的日子啦，但是台语袂安尼讲市集吼，市集吼，就是市啊啦吼。每一礼拜拜五上午是开市吼，以便即个附近的原住民哦。以及庄卡的新仔人会当所带各种食物来市场来自由来出卖，吼。较早呢，我知影我伫咧云林遐捌去看过牛墟，吼，就是即种赶集吼，就是迄种一讲的即种的吼赶集啦，吼，即种市集吼牛。
叫做牛墟，牛墟啦吼，但阮的腔口叫牛墟吼，牛墟吼。来查一下吼，牛，我刚刚查一稀字啊吼，因为我毋知影伊的音会收对一个音。牛墟，我无。牛墟咧，嘛无。所以大理大书店无收。我用汉字来测看卖啊。第八。我连即个虎字都无收，连即个喜字都无收。好，无就无法度吼，无就过介绍教大家知影。Google 一下啦，这应该嘛毋是啥物，这应该大家拢无定拢听过吼。牛神话哦。牛墟吼，伊基必可有收。牛墟是一种定期举行的露天的牛只买卖市集吼。本来是你买牛的啦吼，即嘛无人你买牛啊嘛，所以拢是买一寡有诶无诶物件，真闹热，而且足趣味吼。我去过一遍尔，我当时我做囡仔尔，读小学，去迄牛墟去说，感觉足趣味诶所在。讲台湾伫个日治时期上最有80几个牛墟吼，其他有兴趣你再家己去看落长吼。但是这毋是牛墟啦吼，这是荷兰人规定的吼，拜五早起上午吼。好啦，继续读来，咱时间已经超过啊，我超过3分钟，我甲读了。也收到牧师 Vertrete 对好无人寄来一张批，知影讲水沙连人，哎哟，所以真正有水沙连，因为水沙连就是已经要挖迄个阿里山遐去啊嘛。知影讲水沙连吼，因有10个到呾。阮也毋知春夏吼，伫个即个头沙塔拉克即个河诶结构内底，讲即个水沙连人伫遐剁3粒大母群虾人诶头吼，又阁有7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做408个查甫人甲14个囡仔。再来赫姆鲁哈，一只船载400外人，吼，15匹的天鹅，你敢若想即个人数，你就知影迄只船有大只吼。当然，因无可能，迄个每一个人位无可能顶过足大位啦，吼，一定是足歪阔吼。迄就比可能含即嘛，比即嘛即个经济舱差不多吼，无定搁较嗨。好，再来赫姆鲁哈，15匹的天鹅绒，13篮的空眼布，19担的钉仔，370担的盐，507包薰草，108捆粗纸，13罐山水88箱丝一个帽仔，甲15袋米，还有3只高野船对南方来遮入港，坐24个人，再来800袋做糖桶的빵，90担茶，50担甜，10人啊鹿仔肉，甲840领的鹿皮。我看4个最后一篇，2930吼，2纸尔来甲读到了。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坐27个人，再来65担盐。以上一律18年4个读煞哈。明仔载再搁对5个开始读起，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咯。